開揚嘅景觀，遠望維港，緊湊嘅設計。一間兩房，唔想有咁高密度嘅生活環境，大坑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我哋今日嚟到上聯參觀一個 B 單位，而呢度望翻出去更加可以望到我哋嘅維多利亞港。喺大門口玄關嘅位置，可以考慮下安放塊鏡呢。旁邊仲有空間可以放到鞋櫃。而行前一步就會嚟到廚房嘅部分，單排嘅設計加上保養上都非常新淨。嚟到客飯廳嘅部分，可以90度欣賞到大坑嘅景觀之餘，又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，又有綠油油嘅山景。嚟到第一間房，可以考慮善用埋窗台嘅位置啦，令到房間更加咁實用。景觀望返出去都望到部分維港，而浴室有一種企理同埋俾我一種好乾淨嘅感覺，再加上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靚貨就密密走啦。如果仲想了解下其他樓盤嘅話，可以留意下我嘅 channel 咧。